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这期咱们又聊聊特朗普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应该又是纽约时报他是3月12号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专栏作家大骂特朗普，说民主死于愚蠢。他的文章说关税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这曾是一个常识，不只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明白，说就连懂点历史的高中生都应该知道。普通百姓也听过以邻为壑这个词，说以及里德斯穆特参议员和威利斯霍利众议员的大名，说美国人普遍认识到当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又一场世界大战，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1930年实施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措施。说接下来13位总统都拒绝都发誓绝不重蹈覆辙，直到唐纳德·特朗普出现。在他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对历史教训如此的无知，在他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在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方面如此的无能。他说这似乎是股市得出的结论。特朗普在3重打击之下，股市大幅下跌。首先，对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发出关税威胁，意味着成本大幅提高。其次，对其中部分关税进行了2次长达1个月的暂停，这意味着商业环境可预测性为零，也就是像煎烙饼一样，来回翻，来回折腾说第三，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玛利亚·巴蒂罗姆的采访时，默认美国今年可能会陷入衰退，而且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去做其所谓的大事。说简而言之一个任性、反复无常且行事鲁莽的总统，准备拿美国和全球经济冒险，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这不会有好结果，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机制，由一群溜须拍马、极尽谄媚之能事的人组成的政府里。至少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还有什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让我们来罗列一下。他说政府效率部不会有好结局，它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部门，也谈不上效率，而且按照开国元勋麦迪逊的设计，政府效率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员遭到裁减的国税局并不会降低你的税负，它只会延迟你的退税。大规模解雇成千上万人的联邦雇员并不会提高工作效率，这将意味着长达10年的诉讼和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费用。高调削减一些浪费性支出，他说确实属于浪费，他说有些则不然，对联邦支出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他们将掩盖我们36万亿美元债务中那些无法触碰的因素：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也就是说你36万亿里面大头是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你动不了。然后呢，对盟友的威胁也不会有好结果。希洛·贾斯汀·特鲁多是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或许还可以视作幼稚的搞笑，但编造虚假借口对我们最友好的邻国发动一场无情的贸易战，则是怪诞、可怕和愚蠢的。尤其是这让特鲁多的继任者马克·卡尼政治运势突然大增，而让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利益受损。这个文章说试图将中国公司赶出巴拿马运河是合理的，但威胁要推翻参议院批准的条约，并以武力收回运河，势必会埋下对美国永久不信任的种子。考虑合法且自愿性的购买格陵兰岛或许还有些意思，但向国会发表讲话时威胁无论如何都要拿下格陵兰岛，从而威胁到作为格陵兰岛主权国的北约盟友，这种做法就很普京了。他把这个跟普京相提并论。格陵兰岛最近好像是他们在开会吧，好像他们已经格陵兰岛一共5万多人，有5个党派，好像现在都联合起来拒绝这个特朗普的收购拒绝加入美国。如果这个格陵兰岛因为它是高度自治嘛，他如果投票公投说愿意加入美国，那这个事情还挺难办。国际社会人家是自觉公决，但是如果说这格陵兰岛的这5万人人家不愿意加入美国，那你特朗普难道还要出兵吗？所以说这种做法就很普京了然后这文章说与欧洲极右翼势力接触不会有好结局。德国的选择党或法国的国民联盟这类政党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痛恨美国的一切，我们低俗的文化、令人反胃的快餐、贪婪的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狂妄。20世纪最
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许就是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摧毁了德国军国主义及其对众多邻国构成的威胁。他说，但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助长那些反美政党的势力，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它将导致德国再次由法西斯主义者领导，并且愿意用核武器武装自己。说乌克兰的问题谈判不会有好结果。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让战争得以永久结束，就应该竭尽全力公开支持基辅，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友好会晤，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就美国的长期安全保证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进行谈判。还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反对莫斯科，包括没收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资助乌克兰购买武器，然后利用这种影响力让泽连斯基接受涉及乌克兰领土损失的解决方案。你看这个《纽约时报》他的意思是美国对吧，要继续援助乌克兰，但是呢他援助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泽连斯基施加影响。最后泽连斯基还得接受乌克兰的领土损失的解决方案，也很有意思说而特朗普团队所做的却恰恰相反。说俄罗斯认为更没有理由达成和解，欧洲觉得更有理由走自己的路了。中国认为美国最终会屈服，而再次遭到背叛的乌克兰会觉得更没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保障。确实是你说这个特朗普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极尽打压之能事各种 PUA， 各种恐吓威胁，甚至不惜暂时中断军事援助，还有情报共享，造成这个乌军重大损失。乌克兰现在同意停火，结果1个星期过去了，普京显然比这个特朗普要老奸巨猾，人家同意停火，但是就是没有时间，1个星期过去了，也没看见特朗普对普京对俄罗斯有什么举措相比较这个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那特朗普对普京对俄罗斯那是软弱无力确实就目前来看，到现在为止，这个特朗普比普京这个要差不少，他斗不过普京对吧？从气势上，从气场上，从心理上，他已经输了。可以列举的还有很多，是吧？周日，哥伦比亚大学的绿卡持有者、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马哈茂德·哈利勒被捕并面临驱逐威胁，这甚至可能会让亲以色列的公民、自由倡导者为他的权利辩护，同时还会让他的极左翼阵营中成为劣势。但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特朗普政府忽视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在政治领域的推论。什么推论呢？说即每一个行动都会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也就是力的作用与反作用现在他将收获本应避免的后果。说特朗普的批评者总是很快能看到他的行为和言论中险恶的一面，更大的危险或许在于他制定政策时混乱本质。最后文章说民主可能死于黑暗，可能在专制统治下消亡。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民主同样可以死于愚蠢。这个特朗普上台不到2个月，把白宫干成董事局，美国总统化身董事长，给人感觉特朗普正在把美国当公司来治理。特朗普上台以后接连出招政策变化的速度比很多家族式企业那种私营企业变化还要快，朝令夕改一日3变，今天加税，明天不加，全是由董事长说了算，一拍脑袋，对吧？就像是卖产品今天卖100，明天卖50，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因为老板高兴。然后这个特朗普还把首富马斯克请来当顾问，要对美国降本增效，解决美国当下的困局中国有句古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应该是件严肃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但是特朗普却做到了一日3变。比如对加拿大的加征的关税，3月6号特朗普刚宣布美墨加协议的产品免征关税延续到4月2日，但到了第2天特朗普就宣布对加拿大木材和乳制品征收新的关税，其中乳制品更是征收250%的对等关税，想加就加特朗普就是这么任性。再比如说对美国股市的这个看法，以前特朗普我记得他第1个任期他经常把美国股市的上涨当做他的政绩，对吧？他每天宣布今天股市又涨了那都是他的功劳。特朗普甚至说过他如果道指跌1000点，那么美国总统就应该原地下台。但是现在呢，美国股市大跌
特斯拉都腰斩了。但是特朗普却整个的脸一变，说自己不关注股市，还暗示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会衰退，现在是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大。所以确实不能怪这个纽约时报骂这个特朗普，这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在美国总统里面确实是独一份。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特朗普真的啥也不是，特朗普这么做，我们总要找一找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因素原因。特朗普貌似这种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对吧？这一套迷踪拳，但是你要仔细梳理梳理，是不是还是能看到一些脉络？也就是特朗普把美国干成了公司，政策说变就变，它的根源实际上是美国当下面临的巨大的困境。按照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的说法，美国经济将会经历戒除增长依赖政府支出的排毒期，意思就是之前拜登执政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由政府支出来可以维持的，那都是造假。现在伟大的特朗普总统来了，要排除这种假象，让美国的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但需要经历一个短暂的阵痛期。为什么特朗普要把这个泡沫戳破，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之中呢？原因有一个，那就是美债的规模不断上涨，债务危机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不戳破不行，必须得转型。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把马斯克请来当管理顾问，主要工作就是一个查美国的账。美债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的利息，而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收入才5万亿美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支出严重的入不敷出，也就是美国政府它已经是入不敷出所以特朗普给美利坚公司制定了专属的转型战略。第一个方面就是降本增效，公司效益不行，还养那么多闲人干什么呢？所以马斯克上场就是要裁员，能裁多少裁多少，就是叫降本。俄乌战争项目花了10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收益，必须马上停掉，要求乌克兰还钱，没钱就拿矿场抵债，花钱的项目一律砍掉，加关税实际上就是开源嘛，就是政府要赚钱。但是特朗普这么整能解决问题吗？所以特朗普这场豪赌结局显而易见，几乎不可能赢。经营一家企业，哪怕形势再恶劣，最终结果大不了就是破产，甚至很多企业破产是常态，包括特朗普本人也经历过几次破产，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次破产，也一点不耽误现在的辉煌。但是国家显然不行哪怕一项最微小的决策，背后影响的也是亿万人的生计背后就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所以对企业来说容错的空间大得多，而一旦把国家当公司来治理，朝令夕改，为了短期利益冒着巨大风险，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特朗普的想法过于简单，他想停火，你越想停火，普京越可能利用他，对吧？一旦你执着于停火，那普京就要利用你想停火这个来讹诈，来达到他在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那你特朗普为了停火就得配合，就得去压榨去欺负乌克兰，要求乌克兰领土换和平，那这个又得罪了盟友欧盟，又得罪乌克兰，你这个又会被别人利用，也就是特朗普在陷入一场无止境的这种纠纷之中。这个特朗普往北他要买格陵兰岛，往南他要控制巴拿马运河，看上去好像似乎是这个杂乱无章，然后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实际上特朗普的这些，无论他的关税还是他的这些对港口甚至还有加沙，对吧？他要建设加沙，你就知道特朗普他这个扩张实际上他叫遏制全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格陵兰岛涉及到北极航线，对吧？巴拿马运河重要性，加沙也是在可以影响苏伊士运河，而这些都是遏制大国一个基本手段，因为大国还要全球贸易对吧？你的所有的物流，你的船，你的集装箱都要经过上述地方到达欧洲，到达南美。与其说特朗普是为了美国的债务36万亿美元的债务，你还不如说他现在他是集中精力把其他的所有的矛盾都要停下，他要集中精力来对付大国，应该这么理解吧？要联俄制华，包括他现在打击胡塞武装，大家都知道吧？这个胡塞武装去年就是拖鞋军不是拿那个火箭筒或者拿什么东西去打美国的航母，不是很多这个正能量不是很开心吗？而且这个拖鞋军还说了，对吧？只有2个国家的船他不拦，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就是大国的，大国还没表态呢。你说这个拖鞋军这么表态，显得好像他跟大国是一波的。但是大国有官员，对吧？上海的官员说了，红海危机导致上海航运受极大影响，要远绕好望角，成本和时间都增加很多。如果按照正能量的说法，拖鞋军跟大国是一波的，那特朗普对拖鞋军动手，对吧？这次亲自指挥轰炸这个胡塞武装，那是在炸谁呢？
所以啊，通过这些脉络啊，我们看到特朗普表面上是为他那36万亿的美元债，实际上他是要在全球啊，他现在就做一件事，要遏制大国。当然了，他肯定是笑面虎啊，你越发现他满嘴跑火车，但是他跑火车也是有底线，就有的事情他不说，对吧？让你猜，这种也是一种麻痹别人的一个手段的。但记者问他24小时停火，他说我这个是讽刺拜登，对吧？但记者问他为什么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他矢口否认，我怎么可能这么说呢？所以他的这些人设啊，都是为了干扰大家，这样才能隐藏他真正的目的。他上台这2个月啊，这么多加关税的，最终只有给大国关税是落地了，是增加了，所以他是拳拳到肉啊。但是我可以说啊，特朗普在这场较量中啊，很有可能要失败，因为美国只要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他就没有什么优势啊。美国以前他一呼百应，下面有很多欧盟，对吧？欧洲这个国家五眼联盟、日韩，那都是把他当大哥，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人靠人抬，他一呼百应，他是世界老大。但是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事情，他是叫亲者痛，仇者快。欧洲现在已经开始跟美国要渐行渐远，以前是为美国马首是瞻，对吧？你美国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现在啊，人家多个心眼，对吧？你特朗普出卖欧盟这么干脆利索，那不容的别人呢，得想一想别的辙。美国抛弃乌克兰这么决绝，他能抛弃乌克兰，他就能抛弃菲律宾、日韩都可以。所以说，特朗普啊，他的这盘棋肯定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失去了盟友，他要单打独斗，完了他的盟友啊，很有可能还要加到另外一个阵营，他的联俄制中啊也很难。我说了，这个普京啊，对出卖大国他是没有什么负担，但是啊，他也会挑个好价钱，他也从中啊把他利益最大化。所以这种三国博弈啊，这个未来的路还很长。当然了，我所说的啊，美国和大国之间的博弈，主要指的是经济贸易啊。美国啊，特朗普现在是反全球化、孤立主义，对吧？要脱钩断链，但大国是坚决不行。所以说啊，特朗普的第2个任期标志着大国和美国的关系啊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啊。以前啊，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吧，都会骂几句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双方之间的较量，但是啊，还是以和为贵，可以把它归纳为虚张声势。那么特朗普的第2个任期，那就是实打实的来。民主可能死入黑暗，可能在专制统治下消亡，但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民主同样可能死于愚蠢。特朗普在出卖乌克兰的那一刻，已经标志着他，对吧，按下了失败的按钮啊。在特朗普的这4年任期里面，很有可能会看到特朗普被普京啊耍得团团转。本来普京啊恐怕也坚持不了1-2年，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遇到了特朗普，活该他命大呀。对普京来说，很有可能叫绝处逢生啊。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